行啊！来，李经理好，来，各位好。跟我们乡亲说你是。来，咱台湾来的各位乡亲时代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，大家辛苦。透早就来遮吼，我是干业局副局长尤正伟，我伫遮听大家的声音。啊，当然呢，咱设这个，咱讲这个掩埋场吼，我甲大家来做一个报告啦吼。大家头仔伫讲的，我伫内底我有听吼。这个部分其实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吼，大家厝内是毋是爱有客厅、爱有房间、爱有便所，是毋是拢爱？这个是毋是拢爱对无？吼，所以我即摆我是安尼讲啦，所以咱这个社会有生产，所以生产了一定嘛有一寡废弃物爱处理。啊，处理的时阵，咱要找一个所在，用科学的方式，好啊来甲处理。啊，科学已经讲啊，所以我即摆我就讲，我你还袂透动。所以我就讲，咱要用科学所在，根据咱即摆的法律，咱做伙咱来申请来核准了，才有可能来做施工，才来实施安尼来处理嘛吼。所以咱讲即个案，大家应该嘛拢真清楚。即个案经过咱环保署的环保的评估通过。即摆呢，即摆的阶段是伫咧咱的市政府水保的部分，爱做申请，爱有一个施工的合考了后，伊再来做施工哦。当然，恁头拄仔有讲到伊头前的施工的代志，即个部分我想，即个案一切爱咱依照咱台湾的法律来进行来设置。啊，当然，即个要做即个代志，一定爱甲咱的乡亲时代做好啊沟通，是咱要安怎来设，还是讲要安怎来处理即个代志？我想。经济部这边嘛愿意甲大家坐落来，针对这个问题，咱一项一项，咱大家来探讨、来处理，啊，看后壁要安怎来处理这个代志。我伫遮对大家早起就来到遮，再一次甲大家表示讲真辛苦。阮恁的意见，阮拢会听入来。这个代志，咱大家就照法律用科学的方式，大家来做讨论、来做处理。我先简单甲大家报告，大家辛苦，谢谢。那阮互阮李长好应对一下啦，大家有意见无？听袂落袂？听袂落啦吼。我白来，等你放个菜，干只把朋友我两个。你尽量讲，今仔来就是要伫遮做恁讲。等你放个菜啊，干只。等你放个菜啊，干只。都有扣责。我像这大人，我饲大汉的啊，反背大人。我像这大人饲大汉的，我反背大人。你这是物件啊？来好，大家听清楚哈，咱这媒体朋友，恁台北人听清楚，咱这位长官所讲的，大家厝内拢爱有便所、有客厅，对不对？我请问恁，恁兜的便所会做伫灶骹吗？会做伫客厅吗？便所吗？恁兜的化粪池会做伫客厅吗？啊！有人呢，阮今日的质疑，唔是恁袂使去处理环保问题、处理废弃物的问题。阮今日是讲，你今仔去处理的地点选择错误，不是我们反对，不要污名化。今仔日。